精心嘅剪裁，靈巧嘅手藝，一針一線交織出上一代隻身由上海嚟香港打拼嘅故事。跨越70年嘅傳承，唔單止係對裁縫技藝嘅堅持，更加係幾代人對家國嘅記憶同溫度嘅延續。我住喺薄扶林嘅，所以我翻工咧就睇下交通情況啦。基本上每朝我都係翻我哋喺紅磡我哋嗰個主要嘅工廠，係即係嗰度，寫字樓係嗰度。每日翻工着到官仔骨骨嘅張中琪 Tony 係一個家族經營嘅男裝服飾品牌第2代老闆。呢個係我哋生產嘅基地啦。生產就由呢個開始。阿成 ，hello， 睇睇，你好，係佢個師傅秉承咗我爸爸嘅作風啦，即係一樣嘅要求啦。我哋第一步嚟到呢度咧，睇咗張單，睇咗個客人嘅要求，有地方睇落唔順嘅咧，就全部矯正咗佢先將呢個紙樣同啲布料交去俾下邊生產部。我師傅教我咧就係話，你呢度紙樣整得唔準，咁啊爭咗32%，咁裁嗰度又爭32%，咁車嗰度又爭32%，咁啊爭下咧，可能會成件衫完成咗之後咧，會爭好多啦，咁啊變晒形啦，咁樣嚇。Tony 話：做一件恤衫至少有20個工序，選材嚴謹，細微到粒紐佢都好講究。訂翻嚟嘅殼紐呢啲全部，你見個殼紐嘅背咧係完全係光滑，係靚嘅。以前嗰啲咧就輕輕後邊嘅背咧係有少少貝殼嘅，白白地啊、粉紅色啊咁樣。呢啲殼紐嘅價值都非常之靚，非常之高嘅。等於有啲出面嗰啲普通嘅一般用嘅恤衫嗰啲殼紐咧，個普通紐嚟講貴咗10幾倍。整一件靚嘅衫，或者我整啲唔靚嘅紐，普通嘅紐，成件衫個價值就爭咗好遠。Tony 嘅公司50年代已經喺香港自設工場，喺機械化大批生產嘅時代，佢哋仍然堅持人手製作。點為之靚咧？一個繡字嗰啲線部咧，你睇落去有立體感嘅，即係唔係睇落好平板咁樣，所以你見到佢有凹凸，有隻凹凸咁嘅感覺，咁變咗嗰啲線同埋嗰啲針數要比較密咧，所以睇落去個字咧好實淨嘅。咁如果係電機用電腦做咧，佢就冇咁密嘅，角嗰個位咧我哋會做尖啲。你細嘅咧，嗰度得一針嘅啫，咁變咗你電腦冇可能有時候收到，即係嗰啲針會出嚟咧，可能拔咗好多啊，或者轉得冇咁完整啊，咁靚啦。Hello， 吳師傅。係，早晨。啊，呢襯頭咗幾好啊！我哋引以為榮咧。咁呢度係西裝嗰個心臟地帶啦，呢啲就係一早已經做定喺度嘅一個西裝裏邊內襯嘅骨幹啦。所以你睇到我哋嘅內襯裏邊咧，佢針部係好密嘅。如果你嗰個襯頭係實淨嘅話咧，件衫係可以着好耐咧。佢都識嘅，佢好多嘢都識嘅，係佢佢唔到嘅我哋。佢好落力，好用心去學。以前做裁縫都係學師出身，但係 Tony 條路就好唔同。佢14歲就去咗美國讀書，大學修讀嘅係數學，同家族生意一啲都冇關係，根本冇諗過會入行。剛剛我畢業嗰年就我爸爸心臟病唔舒服，喺美國嗰度治療，甚至開刀添。咁喺嗰個時間，我爹哋話：你畢業喎，你又未有嘢做喎。咁我哥哥就已經有份工喺度返緊嘅。佢話：不如你
翻嚟香港幫下手先啦。就係因為爸爸呢番說話 ，Tony 翻公司由低做起，處理客戶查詢，幫人度身，仲跟埋老師傅學做衫，一做就做咗40幾年。用我落個工場嗰度咧，就跟一個嗰時有個好師傅，好有細心嘅，教我點做一件恤衫。喺個過程裏邊，等我就熟悉咗呢一件恤衫嘅啲細節嘅嘢。追求分寸必爭嘅細緻手藝，香港嘅裁縫有唔少人係師承上海嘅紅幫裁縫技藝。紅幫裁縫技藝其中一個講法係起源於浙江省寧波市嘅服裝製作手藝。喺上世紀初，上海作為早期開放嘅通商口岸，當時嘅外國人被稱為紅毛人，而為紅毛人做衫嘅裁縫就有紅幫裁縫之稱。Tony 嘅爸爸張子斌1923年喺寧波奉化嘅農村出世。14歲嗰年，佢帶住5個大樣，隻身去上海謀生，喺裁縫店學師做恤衫。頭嗰3年嘅學師裏邊，大部分係幫嘅師傅嘅屋企做好多下欄嘢嘅。佢自己嗰個年代嘅學師咧係要偷師嘅，跟住啲師傅咧就點樣拆件衫啊，跟住車件衫啊。上海解放後，大量上海資本同人才都撤離當地，湧入香港。為咗生計，26歲嘅張子斌再次選擇去異鄉打拼。嗰時候佢結咗婚啦，又生咗第一個佢嘅我大家姐啦。咁亦都有機會咧，佢係可以嚟香港。咁嗰時候盤村咧，佢係湊埋就得10蚊美金。知道嗰時候識得有人一架輪船啦，嗰隻有輪船由上海嚟香港嘅，佢就瞓喺個輪船嘅艙底啊。咁就嚟香港，好多都變晒咯。知道唔少有經濟能力嘅熟客都相繼移居香港，爸爸張子斌主動聯絡佢哋度身訂做恤衫，慢慢喺香港落地生根。我出世就喺呢度啦，出世就喺46號嗰時候。咁細個嗰時候返學放學，呢度梗係最熟悉嘅地方咯。呢度對 Tony 嚟講，唔單止充滿童年回憶，仲係佢爸爸嘅發跡地。1953年，張子斌以自己英文名 Escott Chang 喺尖沙咀金巴利道開第一間專門做恤衫嘅店鋪，之後生意越做越大。呢度一個門面咧，以前係半個門面，大概6、7年度咧，就跟住就放大咗，就2個門面。咁2個門面咧，最初一個門面嘅時候咧，就係前鋪後居嘅。咁後期就生意好咗嘅時候咧，就我哋就將工場就搬咗46號。呢度46號，我以前住呢度，同埋我哋嘅工場喺呢度。後期咧，我爹哋就買咗對面金興大廈51號嗰邊啦。咁我哋就由呢度搬咗過對面啦。咁我就喺上面6樓住，就當時咧就經常夜晚黑好夜咧望落嚟就睇下我爹哋做收工未，有時做到好夜，12點1點都喺度做，因為燈着喺度，即係證明佢仲喺度開緊工。可能佢朝頭早5、6點鐘開船啊。咁變咗啲衫就一定要係開船之前送到。既有上海手藝，又具香港速度，加上價錢合理，當年唔少政商名流路過香港嘅遊客、水兵都會喺度訂做西裝、恤衫。身處裁縫業嘅黃金年代，爸爸張子斌亦都走出金巴利道，喺半島酒店同中環太子大廈開分店。
不過計劃趕不上變化。60年代尾，經濟不景，訂單數量大減。爸爸張子斌發揮香港人靈活變通嘅精神，決定飛去美國搞巡迴展銷活動，喺酒店房為客人度身接單。嗰時候買一張機票由香港去美國喺嗰時候嚟講係非常之貴嘅，非常之貴。咁所以佢去到咧，佢一個 trip 去咗3個月啦，3個月。咁甚至係啲美國一啲附近啲好細嘅嗰啲 town 仔啦，啲鎮仔啦，佢只要有客佢都落去嘗試。就係憑住爸爸張子斌向外闖嘅勇氣，加上 Tony 接手爸爸生意嘅擔當，經過70幾年，佢哋嘅西裝恤衫品牌喺行內可以話係數一數二。呢個又窄又長嘅紙樣房，放滿咗咁多年嚟熟客嘅紙樣記錄，包括尺寸同特別要求，見證住 Tony 同爸爸咁多年嘅堅持。呢個係好有價值嘅，因為呢個紙樣係我哋店開張嘅時候咧，佢係一個第一個客人嚇，同埋呢個客仍然繼續喺度做緊嘅。呢個紙樣房係由我爸爸一手決定要做呢樣嘢，因為當時好多客做完再翻嚟再做衫嘅時候咧，紙樣裏邊除咗啲尺寸，好多細節嘅嘢。譬如個袋嘅位置喺邊度啊，或者佢個袖口嘅要求係要釘幾粒紐啊，我哋係希望做一件好嘅質量嘅衫，亦都係個客喜歡嘅滿意嘅恤衫。咁多年嚟，佢哋為不同政商名流做衫，每個紙樣唔單止細說紅幫裁縫技藝嘅傳承，更刻畫出佢哋同香港共同成長嘅軌跡。我覺得呢個係即係活出咗我哋呢個品牌咯。我爸爸53年開呢個品牌啦，咁亦都呢個經歷過香港嘅高高低低啦。我哋都要喺過程裏邊要堅持好多，先至可以行到呢一步。香港人有呢個韌力喺度啊，有唔同嘅年代需要做唔同嘅調節啦，所以我覺得我哋同香港嘅成長係都有一個同步嘅精神喺裏邊。Tony 係香港一個家族經營嘅男裝服飾品牌老闆。每次翻嚟上海 ，Tony 感覺都好親切，因為呢度係佢爸爸張子斌學師做裁縫、成家立室嘅地方。佢有分享過佢同我媽咪點結識，係經佢個啲親戚啊，佢個師傅啦。嗰啲人介紹，咁啊識咗我媽咪。即係上海嚟講，有呢一個回憶就變咗都係有啲家嘅感覺啦嚇。呢啲農黨咧，即係兩邊嗰啲屋咧都係好窄嘅。grandma 爺爺嗰啲屋，佢將佢再窄啲。再窄啲，咁佢啲屋算高噶啦，再矮翻啲，咁啊，呢個係 typical 上海佢就係嗰啲住宅咯。Justin 張奕婷係 Tony 大仔，細個都有跟爸爸翻嚟上海。我爺爺係嘛嗰時都係 from 上海嘅，但係就今次或者尤其是行呢段路，聽到少少故事咧，就可能更加多少少。即係可以想像到多豐富啲係嗰陣時係點樣嘅。
Tony 嘅爸爸喺1949年由上海嚟咗香港謀生，4年後開洋服店，而 Tony 就喺80年代尾接手爸爸嘅生意，仲越做越大。睇到喺改革開放嘅浪潮下，上海急速發展，所以 Tony 喺1994年決定喺度開鋪，延續家族事業。當年第一間鋪就係喺上海長樂路一個商場入面。以前個鋪位就呢個位剛過就一路過嚟，個門面係就係呢度。呢個玻全部玻璃嚟嘅，係全個轉角位都係玻璃嚟嘅，就係到呢度啦，一路到去底嗰度。我有一個感覺係回歸上海，即係好可惜啦。即係我嚟上海開嘅時候，佢剛過身，佢93年過身，咁啊，我94年喺呢度開。我只可以同佢講，我盡力啊，一定要喺上海，佢回歸上海度，我即係能夠立足喺度啦。喺上海扎根30幾年，全盛時期共有4間門市，但近年受到疫情影響，而家只係剩翻1間分店。始終有個 presence 咧，有個喺度咧。如果我哋上海都冇咗個門店喺度咧，會好容易連上海呢一個本身嘅本土嗰啲客咧，慢慢會流失。為咗打穩喺上海嘅市場，Tony 揾埋大仔 Justin 幫手喺度搞大型宣傳活動，為鋪頭開張造勢。親愛的朋友，大家好。Justin 話：時代變遷，要喺度大展拳腳並唔容易。10年前就覺得啊，我或者喺外國見到嗰啲 fashion 係有段時間我可以帶入嚟俾上海市場嘅。而家咧就因為資訊嘅速度又快啦，咁就啲人已經追到去最潮，可能有其他競爭對手都有同樣個知識啦、資訊啦。咁就嗰度或者就少咗少少嘅優勢啦。一針一線牽動3代人，亦都引領佢哋返到去距離上海大約200公里嘅家鄉寧波奉化。奉化係我嘅家鄉啦，咁一直由84年到而家，我都返過無數次㗎啦嚇。2000年到。咁就第一次翻，咁嗰陣時仲細，就跟我爹哋媽咪一齊有數份啦，咁啊亦都探下啲未見過嘅親戚啦。Tony 話：爸爸張子斌本身讀到小學就輟學，所以希望多啲農村嘅細路仔有書讀。喺84年，張子斌返自己條村捐錢起小學，並以 Tony 爺爺嘅名字命名長壽小學。你好，何書記你好，哎，每次我回家鄉，其實我每次經過，我想哎呀，就進來看看。但是 Tony 第一次返鄉下，就係出席長壽小學嘅開幕典禮。我哋嗰時候嚟係參加學校嘅開幕典禮啦，已經有班學生咧帶住啲紅領巾喺門口度揸住啲假花，歡迎，好震撼啊！真係好農村咯，一落車一見啲茅廁，真係茅廁咯，冇門冇剩嘅。嗰種畫面咧就係好深入我嘅心，即係由一個香港出世嘅一個奉化人啦，真係嚟到家鄉嘅時候，覺得原來呢個家鄉就真係有一種聯繫喺度。呢個長壽教學樓，呢個長壽就係我爺爺嘅名，爺爺。長壽小學因為鄉村偏遠，收生人數不足，需要同鄰近鄉鎮嘅小學合併。為咗延續爸爸辦學嘅善舉，90年代尾 ，Tony 同叔叔合資幫班溪小學興建新教學樓。
沒有，我你當時給孩子們上課的教授。對。我們待會兒去找一下。那是這一幢，是這個嗎 Justin 讀中學嘅時候，曾經喺呢度度過咗2個暑假，喺學校教學生英文，住喺校長嘅屋企。對 Justin 嚟講係好特別嘅經歷。諗翻起都有少少唔好意思，即係有少少佢可能成屋都冇冷氣，係得嗰間房先至有冷氣俾我哋。有啲阿姨會煮飯俾我哋食，咁即係會當我哋係差唔多佢哋一份子咁啦。咁我覺得呢個係好難忘嘅。你那個時候來的時候，包括後面最後面那一幢，它也是老的。對。那個時候我們當年嘅教職員仲記得呢個遠道而嚟嘅香港家庭為家鄉嘅付出。張志斌先生光2等包在我們這個地方投資辦學，他還是第一個。對我們小朋友是很關心的，每次基本上從2年一次來就要，來了以後要開同學在上課的地方要去看一下，也在做一下，就他聽課。他們其實就是一種家鄉的一種情懷了，深深的記掛着我們這裡的啊，就像我們造福桑梓一樣的。哇，好大聲！Hello， 嗨，大家好，大家好，同學們，你們好。唔係好開心見到俾我教得好好多，咁見到如果有一啲小朋友可以受到更加好嘅英語教育啦，我諗教育係俾到無論就算係鄉村嚟嘅小朋友係有個機會去見多啲個世界台。如果我哋話要或者想諗住捐錢，全部都係要圍繞住呢個教育為主嘅，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對於我哋嚟講係好重要嘅咯嚇。喺家鄉興學建校之外 ，Tony 爸爸仲出錢起咗呢條石橋，方便村民日常過河、上山耕作。冬天咧，呢啲竹林咧，佢全部鋪晒啲木糠啊，同嗰啲竹嗰啲根咧保暖。OK 啊嘛，你 OK，慢慢嚟。哦，呢個就係鋪咗嗰啲石屎，係啊，之前係泥地啊嘛。近年 Tony 修葺祖墳，仲加鋪石級，方便村民上落山，希望凝聚鄉土情，亦都想拉近下一代同家鄉嘅距離，喺呢片土地上延續家族嘅故事。哦，好靚，係咪好大嘅園？係咯，就係多咗前面多咗前面呢度咯。完成我爹哋同我 uncle 一個心願啦，就喺呢度個爺爺同嫲嫲個墳嗰度咧，能夠做一個好比較舒服啲，亦都希望佢哋 Justin 啊，佢或者再下一代或者我叔叔嗰啲仔女啊，等佢哋翻嚟去探下我哋爺爺嫲嫲。呢個就係我希望能夠即係亦都係可以將我哋團家族裏邊更加有個中心點嘅一樣嘢。我都係第一次見。成個花園啊，個竹林，而家睇到落翻條村嗰度，即係嗰個景色都好靚。知道可能未來責任又大咗啲，咁啊要繼續keep 住落去咯。我諗我都會想帶我仔翻嚟見識。無論係學校又好，或者我哋鄉下又好，講我哋屋企嘅故事，講翻俾我啲仔聽話，即係我哋係由呢度開始嘅。我覺得真係同家鄉有嗰個連接嗰個感覺咧，就更加加密咗。因為我爹哋喺上海出嚟，
我係出生喺香港，咁翻去咧，去上海咧，而家又睇到個家鄉，即係一年一年好乾淨企理，嗰啲農村咧，見到啲山又好綠啦，即係嗰種感覺係又係另外一種嘅家國情懷嗰種感覺。做恤衫、西裝嘅每一個細節，見證住一個香港裁縫家族嘅堅持。每日諗辦法點樣去做好啲。我諗我好慶幸地係揾到喺公司入邊揾到自己嘅 passion 嘅。唔同世代各展所長，既傳承父輩嘅技藝，亦都係對家鄉嘅回歸。我回想到我父親點樣喺上海學藝啦，佢點樣喺家鄉出嚟啦，維繫住我哋呢個品牌裏邊呢個大家庭啦。呢個西裝認唔認得？認得，認得咩啊？分咯。係。張中琪 Tony 係本地男裝服飾品牌嘅第二代傳人，大仔張奕霆 Justin 喺2010年開始幫手一齊打理呢盤生意。睇見其他地區嘅 Suit Walk 紳士遊行搞得有聲有色 ，Justin 同行內朋友籌備香港第一次紳士遊行，吸引咗超過150個西裝愛好者同業界人士嚟參加。咁我覺得香港呢個有咁濃厚嘅裁縫嘅 culture 喺度，就一定需要一個咁嘅 walk 嘅。我諗我哋個構思就成日即係覺得，如果係用 fashion 嘅角度嚟睇，就係唔係真係 model 嘅，係真人。我哋又真係有啲男士係日日咁樣着衫嘅。咁個 catwalk 就係香港呢個街道咯。I would advise everybody to walk relatively slowly because it's such a short walk. 成個活動籌備咗1年 ，Justin 希望多啲人認識本地裁縫嘅精湛手藝，因為香港亦都曾經有裁縫之都嘅美譽。有咁多個年輕嘅嚟 support 呢件事係好開心嘅。我都有啲客或者台北飛過嚟，又知道有啲日本媒體飛過嚟，有啲好似泰國啊嗰啲澳洲都好似有。咁變咗係，我覺得係對香港一個tailoring 嘅一個中心係一個認可嚟嘅嚇。It's nice to meet a bunch of other people who are also really interested in tailoring, in menswear. Do you have your group? Well, I think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showcase Hong Kong's tailoring scene and menswear scene because it has a very, very long lineage. 超過150個參加者着住西裝，由中環大館慢慢行落去皇后大道中，就好似喺中環街頭做時裝表演。做咗40幾年西裝恤衫品牌 ，Tony 都係第一次見到呢個場面。希望每年都做，能夠帶動呢一個嘅裁縫業嘅一個興旺咯。搞呢個 Suit Walk 咧，亦都帶起咗呢個中環嘅特色啦。中環係一個商業金融，所以咧就當然啦，即係着衫個品味咧，香港都可以大家喺呢度睇到咧，係都有自己一個獨特個風格嘅。睇到個仔為裁縫業出心出力 ，Tony 一直默默支持。分啊，梗係100分啦！唉，即係由計劃，因為我由計劃到而家咧，即係其實睇到用好多心機落去。OK， 鬆一口氣啦，因為始終都有投資一部分係公司錢嘅，咁即係希望爹哋都覺得做得值得嘅，值得嘅，絕對值得。
9號10號都有。倫敦巴黎。喺傳統嘅華人家庭，生意都係由仔女繼承。Tony 亦都唔例外，佢喺80年代尾接手爸爸嘅生意，目標要將恤衫店打造成知名品牌，守護爸爸畢生嘅心血。第一步嗰時候我做到嘅咧，就喺美國紐約開咗我父親嘅第一間國外嘅分店。個分店嚟講，我要做到就係嗰個格調要好高啦，即係裝修啊嗰啲做到都好極致。嗰個年代開始就所有裁縫鋪都做恤衫啦，所以我哋恤衫鋪都可以做西裝啦。咁喺紐約店嘅時候開始就一步一步就慢慢建立我哋呢個西裝嘅呢個部門啦嚇。你斜啲嘅話咧，咁即係等於呢個位可以細啲啦。我度得準嘅，即係呢個袖就要放大少少。係。打拼咗40年 ，Tony 而家已經70歲。佢承認一直都想自己仔女接手呢盤生意，所以喺 Justin 去美國讀大學嘅時候，鼓勵佢選修時裝管理，為接班鋪路。最緊要冇強迫性，即係佢係要慢慢自己感受到係中意呢個行業，佢先入嚟。即係好似佢大學畢業之後咧，佢係想係做啲 casual 啲嘅衫嘅，就喺紐約係一間fashion house 就幫香港一間百貨公司做啲梳成啊嗰啲咁嘢。咁佢話：咁你想做嗰邊？我話你做嗰邊咯。Justin 唔抗拒爸爸嘅建議，喺美國嘅時候會去紐約分店幫手。佢話最初都冇諗過要打理家族生意，但係不時聽到熟客嘅分享，感受到佢哋對自己家族品牌嘅信任，自己都被觸動。喺紐約鋪頭幫手做啦，先至會遇着一啲客係話你係 Ascot Chang 嘅第3代，我嗰陣時第一件恤衫係你爺爺喺尖沙咀幫我度身試身做㗎，咁而家我帶我個仔或者我個孫入嚟，都係幫襯你哋，即係好有呢個親切感同埋即係好 family 咁嘅 feel 咯。呢份充滿溫暖嘅玫瑰 ，Justin 深信係嚟自爺爺同爸爸對裁縫技藝嘅堅持。你車線一針要有21針，咁即係個車線要好密嘅，條或者啲格仔要對花對格嘅。即係你需唔需要做咧？其實唔係幾需要嘅，但係就係一個對我哋做一件恤衫嘅堅持或者個精神去做，點樣去做一件好嘅恤衫出嚟。好，預備3、2、1，好。要我點做做？到件靚衫都要有人欣賞。Justin 近年自己拍片做埋生招牌，一開機就投入角色。好，預備3、2、1。驚頭似見你錯晒。係咩？我都盡量去做啦。我諗喺嗰邊嗰條樹行過嚟。越嚟越多客咧就上咗我哋啲社交平台，見到某啲衫啊、某啲着法啊，跟住翻鋪頭話我想做翻呢件衫咁就，所以我哋就開始做多啲。一陣停低諗嘢，佢之後望一望出邊，之後再頭揸針行。OK 就唔望太啦。咁嗰個 shot 係按立法會咁樣。同爸爸以前出錢賣廣告嘅行銷方法唔同 ，Justin 請咗後生員工一齊度下橋，提升品牌活躍度。即係我會喺呢度工作，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老闆嘅親和力，我覺得係比起其他公司係好好多嘅。即係真係有問題可以拋出嚟講，大家可以有一個討論嘅空間。
This is great. All right, everything can be made like this now. Okay. This part's much better. Yeah, this part's better. No, I mean even the cuff is. The cuff is. Like I can get my hand in and out. Yeah. 後生仔有好多創新嘅諗法。Justin 入行冇耐就識咗石賢正阿 Mark。Mark 開設男裝精品服飾店，同 Justin 一樣，都對西裝好有要求，所以決定合作設計屬於佢哋嘅聯乘系列。Justin 唔係嗰種好 old fashion 嘅人，佢嘅諗法都係好 flexible 嘅，好 open。我係非常欣賞佢哋真係想做一件靚衫，佢哋唔係急住想做生意啊，佢哋唔係急住想出多啲產量啊，佢哋其實主要就係集中精神喺我哋一定要做件靚衫先。Justin 最想打破西裝襯恤衫帶俾人嘅傳統印象。喺同 Mark 合作嘅10幾年裏邊，設計過唔同類型嘅服飾。面對最大挑戰就係做一件可以配搭西裝嘅 polo 衫，由剪裁到選料，每一步都投放咗好多心力。end up 就用我哋嘅恤衫領嘅做法，啲料就好多料商就冇嘅，所以特登要去意大利嘅布料展去認識新嘅一批 supplier。跟住即係可能要揾4-5間，跟住再試咁縮水程度，即係好多呢啲咁嘅細節嘢要諗嘅。咁就所以嗰個都可能經咗成一段時間，我唔記得，可能半年先至真係出到一件我哋覺得OK 可以賣到俾客嘅 product 嘅。That's a very vintage. Yeah. 我都好慶幸可以同 Mark 可以合作到，因為之後亦都引發到我會講我哋自己嘅 wholesale 個 business 亦都大咗啦，咁又多咗啲機會係同啲其他國家嘅唔同店鋪去合作啦。Justin 努力喺傳統中尋求突破，不斷嘗試。爸爸 Tony 相信新一代嘅創意可以將上一代嘅裁縫技藝喺呢片土地繼續傳承落去。我爹哋嘅年代嗰時候，裁縫業香港係好興旺嘅。到今時今日，我哋需要喺男士服裝入邊後生嗰度引發一個潮流感啦，愛好着衫嘅人咧增加多啲，喺呢個市場更加大，喺香港呢個更加呢個行業能夠更加進一步嘅蓬勃翻。Tony 家族經營嘅男士服飾品牌喺香港紮根70幾年，而家香港嘅廠房同門市加埋有90幾個員工，有唔少一做就做咗幾十年。當中做得最耐嘅係75歲嘅錢思成 Nelson， 負責海外巡迴展銷活動。當年只有14歲嘅 Nelson 睇到招聘廣告而嚟見工，視 Tony 爸爸張子斌為師傅。即係我媽咪同我入到去啦，就撞到師傅咁企喺度，就問佢你哋公司係咪請人啊？咁我哋睇報紙睇到㗎咁樣，咁啊師傅就答佢話好耐㗎咯喎，嗰段廣告。咁啊佢話係啊，但係我哋睇報紙睇到喎。咁啊師傅跟住就答啦，佢話唔緊要，你聽日翻工得㗎啦咁。而家都係要睇翻呢啲87年啦，呢個係。呢張相就係87年呢個鋪頭開張嗰陣時㗎啦，呢個係57街嗰陣時，呢個第一間鋪嚟㗎。呢個我啦，呢個師傅啦，你個師傅當時幾後生。呢個靚仔 Tony 啦，德叔啦。Nelson 喺鋪面由學師做起，一步一步晉升到門店經理，喺度做咗60年，佢仲好記得師傅教佢度身同待人處事嘅態度。最高有一次嘅嗰個客曾經試過4次身嘅，而我哋幾師徒之間開會商量嗰件衫點解改極都唔得嘅。咁佢亦都冇話好似我係師傅，我大晒喎，你聽我講，我冇嘅喎。佢係直情係徵求你嘅意見，你覺得點樣去改咧？咁其實當時佢係師傅嚟噶嘛，我哋自己嗰啲嘢係佢教出嚟噶嘛。
啊！但係佢係一個咁嘅人嚟嘅，所以係點講咧？係我自己覺得係比較難得咯。你成日就話啲料太重啊嘛，你上次都已經精簡咗㗎啦，係咪？因為你唔同嘅牌子咧，基本上好多都係個花樣係重複嘅。Nelson 比 Tony 年長5歲，咁多年嚟，Tony 對 Nelson 就好似同哥哥咁相處。佢話爸爸一直教佢哋對待顧客同員工都要真誠相待。唔需要重複又重。由我父親教導落嚟啦，佢都係教我哋以誠待人啦，對啲員工啊嗰啲咧都盡量好親切嘅，即係唔係話跟住個老闆款去做任何嘢。我哋從來都冇呢個規律嘅，退休年嚇，因為而家時下香港揾好嘅師傅係好難，亦都冇新人入行嚇，咁變咗喺呢一方面，我哋保留一個比較開放嘅，即係同個員工係合商。這個是湯桶。Tony 盡量留住老員工，但係裁縫業始終係傳統行業，越嚟越少後生仔入行。這個是幾件？是分幾個顏色？2個顏色，就白的跟藍的。白色和藍的不同款不同領。哦，不同款的。它這個領款。為咗解決青黃不接嘅問題，佢喺7年前翻嚟家鄉寧波奉化開設廠房，培訓新人。事實我哋係真係香港好難去揾到新嘅人，咁家鄉自然就變咗係一個選項。咁亦都係機緣巧合啦，即係佢哋要發展呢個區，有個新嘅一個區，咁有機會俾我哋可以攞到笪地。呢個廠房大約3萬平方尺，開廠頭幾年 ，Tony 並冇急於即刻投產，反而集中資源培訓員工，希望追得上香港嘅水準。培訓佢哋咧點樣睇我哋啲訂造單，初時佢哋唔識睇嘅。呢張單呢個客3件衫，呢件就要呢個領款，呢件就3身要做大少少。咁大概3年前到咧，基礎係打穩啦，揾啲員工係心要好定，對質量上有要求嘅。咁變咗呢個就係係啱我哋嘅理念。而家工廠有30個員工，平均年齡35歲，相比香港員工年輕。每個月可以製作大約700件恤衫。而由 Justin 管理嘅聯成服飾系列，亦都喺度製造。Justin 覺得呢個生產基地可以推動家族事業嘅發展。經過呢幾年嘅訓練之後咧，啲工藝睇得出係好多時係好過香港添嘅。始終我哋香港有班老師傅個心係想做好啲，但係始終或者個眼力啊、手力啊都開始老化啦。即係要諗得長遠啲，10年後、20年後、30年後係點樣繼續落去咧？翻奉化 ，Tony 唔單止投資工廠，更想回饋家鄉嘅年輕人。2024年，佢以爸爸嘅名義喺奉化職教中心成立張子斌紅幫事業獎勵基金，栽培人才，延續紅幫嘅技藝同精神。今年畢業咯，整件衣服基本上會做。之前我接觸職教中心咧，佢哋嗰個服裝系嗰啲學生咧，差唔多100%都係講做設計嘅。你設計好一件嘢，如果你做幾件衫出嚟，個工藝上唔能夠達到某個水平咧，就紅幫精神就好似慢慢就被好似淹沒咗咁樣。咁喺呢個構思裏邊咧，咁後期我哋同呢個學校個校長啊嗰啲咧，再研究咗個方案，做咗個每年嘅獎勵金，慢慢帶動咗呢一個紅幫精神。
職教中心嘅學生，舊年參加咗寧波市中等職業學校技能大賽，設計嘅作品攞到金獎。就是我們這次的比賽嘛，融合了產教融合的理念，然後還是通過了 AI 賦能的技術，然後就是為了改善像環衛工人、加油站員工，還有道路搶險員，還有建築工程師這4個工種的那個工作需求嘛，依照他們的工作需求，我們設計了4款背心。比如說像那個環衛工人，他那個夏季很熱，然後我們就在後面做了個風扇。你看有風扇，就是拆卸嘛，它可以拆卸下來，方便清洗。我很為你們光榮啊！你們拿到金獎，學校也很開心，我們雅興裏面也是很開心。攞獎嘅幾位學生都喺舊年暑假去過 Tony 喺奉化嘅廠房實習，學做恤衫。服裝廠那邊乾淨而又整潔，工藝也很精細，跟我在學校學到的潦潦草草不一樣。在那邊我可能就是一個事情做不好，我可以去拆它無數次，直到它做得更好，完成的度也更好。紅幫呢就是傳承，因為它是老一輩的精神的體現，那我們新一代的呢也需要有人去傳承。那我們既然選擇了這個專業，那我們也是時候接起這份責任。Tony 希望紅幫精神喺年輕人身上埋下種子，慢慢開花結果。翻到嚟家鄉開廠咧，我知道我爸爸係喺呢一個有嘅心願喺度嘅。行到呢一步咧，我覺得已經踏出咗我哋一個里程碑啦。攞肥多攞肥啲，我驚呢個位跨住咧唔舒服，呢個位唔夠力。係。咁我家鄉奉化嘅生產基地逐漸上軌道，作為家族品牌第3代主理人嘅 Justin 就可以專注開拓新方向。呢個位唔夠力嘛。係。咁我諗住嗰個我跳下級鋪呢就加硬佢。加硬佢。加硬佢，即係佢我諗呢個位窒咗咧就。為咗打破着西裝恤衫必然要打呔嘅配搭 ，Justin 就花咗唔少心思設計唔使打呔配搭西裝嘅衣領款式，並向爺爺張子斌致敬。最緊要就係個銅呢個銅襟個邊咧就會比較挺直啲。照我哋所知，出邊係冇人做過呢種領嘅，呢個做法係技術上又比較難啦。我哋開發嘅款式出嚟咧叫 Ascot Collar， 致敬我爺爺啦。啲領型喺店鋪入邊咧有啲個 model number 嘅，咁我就特別揀咗一個53號領，就代表我哋創立嗰年係1953年。70幾年嘅生意個品牌，咁你唔不停諗辦法點樣去創新咧，就只會慢慢退步。所以就要帶住嗰個敢於創新嘅精神去繼續去行落去咯。我版嚟咗啦，嚟晒啦，好快。OK，嚟晒啦。係咧，咩年啊？2015年。呢樓應該係我哋㗎嘛？我哋嘅係我哋70幾年嚟，品牌喺傳統同創新之間遊走。Tony 接手爸爸嘅生意後，40年嚟經歷過大大小小嘅挑戰，而家自己已經步入退休之齡，逐步將呢盤生意交託喺 Justin 嘅手上。
由我出世一路跟住我爸爸睇住呢個我哋呢個公司嘅成長，好似疫情期間有啲客成日入嚟，有嚟做衫啦，佢知道我哋艱難，知道我哋艱難，佢哋都會有可以盡一分力啦，可以咁講，呢個就係我好感激。但係都有啲可能花得滯，但係要睇下咩花呢個。我而家70歲啦，其實都慢慢都要交棒俾 Justin 嘅啦。咁我觀察咗好耐啦，咁Justin 就最緊要咧，即係佢對呢個行業係好有熱誠。佢入行之後咧，佢都不停去 upgrade 佢自己對呢一方面嘅知識啊。我覺得已經超越咗我添。我會叫佢放心啦，因為我覺得我搞得掂嘅。退休嗰個時間可以拉長少少啦，咁慢慢嚟啦，慢慢嚟啦。如果可以的話嚇，咁就我會一步一步咁跟住上噶啦。